啊，即马会当搁再唱30几年前的歌，感慨万千吼，怀着非常感恩的心来唱这个歌吼。
30几天前写好头一摆公开正式唱吼，是伫阮台气科学系台气科学系的即个写书宴啦。迄阵阮就本身笑啦，讲我即马即个歌要献互咱徐晃雄教授吼，阮系上的一个老师啦。迄阵就是即个老师吼，伫国外摕着博士了，要申请来台教册，申请袂入来，已经会当教，但是 visa 无法度入来。迄时阮专题老师哦，大家拢签名，哦，讲保证。迄时校长是孙正吼，真情就对啦。徐晃雄老师保证中党爱国，不参与什么碗歌有诶无诶，绝对没有颠覆政府的意图吼。啊，真情啊，才我到入来。结果尾啊，即个徐晃雄老师们感觉足奇怪，奇怪啊！我也无参加世大会，也无参加大道联盟，拢嘛无。结果是因为吼。有去向张灿宏食饭啊，啊，就共乡嘛，对无？学长请学弟食一个饭吼，啊，可能去互阿狗啊翕着相吼去别个的款啦，大概是安尼哦。啊，所以咱吼是有即个过程啦吼。啊，几年前我讲我含即个党组长乐团去甲美国加拿大宣慰侨胞的时候，去甲每一个所在拢指定一定要唱《黄昏的故乡》吼。我伫差不多大学的时代，40几年前啊吼，就是咧听谢长廷演讲，咧听周杰伦演讲，有人会记得周杰伦袂吼？吼，啊，就会唱歌，会唱黄昏的歌。迄个阵我就有听个学来，就讲哇，海外台湾人大概吼，若是咧思念故乡的时阵吼，啊，无法度人倒来时阵吼，拢一直咧唱黄昏的故乡吼。啊，我伫大学时代捌听过即个。崔玉姐啊，吼，但崔玉女士咧讲一个故事哦，讲吼海外的乌名单吼，足思念台湾，但是坐飞机搁在台湾就去香港去遣返，也无法度入来啦。结果呢，买机票到日本，对日本搁买机票飞到菲律宾，台湾无法度入来嘛。天气若是较好的时阵，会当伫飞轮机顶悬，会当看到台湾。哇！我先听到这规个家母皮拢掠起来。咱无受到即款压迫的吼，咱在座当然真侪有即个经验吼，通知影讲，哎，即马对日本飞到菲律宾、台湾看一个，啊，即马飞到的时阵，我乌云天看袂到，去的时阵搁买一张搁飞倒来吼，爱看气象安尼吼。所以啊，海外台湾人啊，咧想厝的时阵，定定唱黄昏的歌，即大家拢会晓唱吼，卡拉 OK 吼。